在漫长的人生旅途中，自律与坚持是最可贵的两重品质。它们就像人生的罗盘，指引我们穿越困难与挑战，走向真正的成功与幸福。自律让我们不停地改变自己，而坚持则让我们不断地改变人生。这两者相辅相成，共同铺筑出属于自己的成长之路。自律改变自己的力量。自律是一种自我掌控的能力，让我们能够管控欲望，抵抗诱惑，按照既定目标行事。它是成长的基石，无论是实现理想、塑造良好的生活习惯，还是提高专业能力，自律都是不可或缺的。自律的人懂得延迟满足，把眼前的享乐放在次要位置，以追求长期的成就。早晨早起锻炼，按时完成工作，学习新技能，节制饮食等，这些看似平凡的日常行为，其背后是一种对未来的高度负责和对自我的严格要求。自律如何改变我们？一、提升效率与专注力。自律的人往往更能专注于当下，因为他们有清晰的目标和行动计划。他们懂得规划时间，分清事情的轻重缓急，避免把精力浪费在无意义的事上。举例来说，一个学生若能每天自律地安排学习时间，不被娱乐活动分心，那么长此以往，他的学习成绩和能力必然会有显著提升。二、强化意志力。自律的过程是锻炼意志力的过程。当我们每一次选择克服懒惰，拒绝诱惑时，我们的意志力就会变得更加坚韧。例如，一个想减重的人，面对喜爱的甜食时，若能坚守饮食计划，便是在训练自己的意志。这样的训练不仅有助于减重目标，还会帮助他在其他领域更能抵抗诱惑。三、塑造内心自由。有人说，真正的自由来自自律，看似矛盾的话语，其实蕴含深刻的道理。当我们能够掌控自己的行为，而不是被欲望和情绪驱使时，我们才真正拥有自由的选择权。自律的人知道自己想要什么，他们不被眼前的享乐所迷惑，也不会被短期的困难所击倒。这种掌控感让他们活得更加自主。坚持改变人生的秘诀。如果说自律是改变自己的起点，那么坚持就是改变人生的关键。很多事情的成功不是因为有天赋或者运气，而是因为日复一日的坚持。坚持的重要性。一、成功来自于积累。伟大的成就并非一蹴而就，而是由无数的小步骤构成的。坚持每天做一点点，时间的力量会让微小的努力成为巨大的成果。比如，作家每天坚持写500字，1年下来就是18万字，一本小说的初稿就此完成。一位跑者每天坚持跑5公里，1年后，他的身体素质和耐力都会有显著的提升。二、克服困难的勇气。坚持让我们能够直面困难，而不是逃避问题。当我们选择坚持，内心会变得更加坚强，对困难的抗压能力也会不断提升。例如，一名创业者在经历资金短缺或市场竞争的困境时，选择坚持下去，最终往往能找到解决方案，实现事业的突破。三、成就感与信心的来源。坚持让我们不断靠近目标，并在这个过程中收获成就感和自信心。每一次小小的成功都是对我们选择的肯定，也是继续努力的动力。沉住气，越是不顺的时候越重要。人生不可能事事顺心，困难与挫折在所难免。然而，真正拉开人与人差距的，正是我们在低谷时的态度与行动。越是不顺的时候，越要学会沉住气，稳住自己的节奏。为何低谷时需要沉住气？一、避免情绪失控。遇到不顺时，我们很容易被焦虑、愤怒等负面情绪控制。这些情绪不仅无助于解决问题，还可能导致我们做出错误的决定。沉住气是一种理性与冷静的选择。二、为下一步蓄力。低谷是一种警醒，让我们重新审视自己的计划与目标。与其在困难中自怨自艾，不如利用这段时间反思和充实自己，为下一次的出发做好准备。三、累积抗压能力。沉住气实际上是在锻炼自己的抗压能力。每一次成功走过低谷，内心的韧性就会加强，面对下一次挑战时也能更有底气。艰难的路并非谁都有资格走，人生中的困难与挑战正是我们成长的证明。那些艰难的路虽然充满荆棘，但它们却为我们提供了独特的机遇。
不是每个人都有资格走上这样的道路，唯有具备足够的勇气与毅力的人，才能承受它带来的磨练与洗礼。涅槃重生，扛住痛苦，才能迎来美好。涅槃重生是一种以痛苦换来蜕变的过程。当我们经历了人生的困境与磨难后，那些痛苦虽然刻骨铭心，但也让我们更加坚韧与强大。你扛得住涅槃之痛，才配得上重生之美。这句话揭示了痛苦与成长之间的密切联系。每一次失败与挫折都是生命给我们的考验，而每一次坚持与努力都是我们对生命的回应。你有多努力，就有多幸运。幸运从来不是偶然，而是努力的副产品。当我们选择自律与坚持时，幸运也会悄然降临在我们身上。因为努力的人总是在为自己创造机会。你有多自律，就有多自由。自由是许多人追求的理想，但真正的自由并非毫无束缚，而是内心的从容与自主。自律让我们能够掌控自己的生活，不再被欲望、诱惑所奴役。这种掌控感正是自由的来源。你有多坚持，就有多成功。成功从来不是一蹴而就的奇迹，而是由无数次坚持构成的结果。坚持让我们积累经验，克服困难，最终实现目标。正如爱因斯坦所说，不是我有多聪明，只是我在问题上花的时间比别人多。结语：自律与坚持是人生最可贵的两重品质，它们让我们改变自己，改变人生，从一个普通人蜕变成更好的自己。无论人生多么艰难，学会沈住气，扛住痛苦，最终我们都能迎来属于自己的重生之美。你有多努力，就有多幸运；你有多自律，就有多自由；你有多坚持，就有多成功。以自律为基石，以坚持为力量，让我们活出最美好的人生。